真搞早，欢迎收看今日11月25公司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来关心，明仔载就是9合1大选投票日，选票嘛已经开始咧送，各地拢有派出侪警力协助，护送选票去地方，要确保过程拢安全无问题，要让明仔载投票会当一切顺遂。 各地警方提前严阵以待，不过这一摆唔是要护送钱，是要护送选票。考核日大选投票进前，各地警察局配合选委会甲各地区公所派出警力伫印刷厂领票了后，一路送到区公所的选务作业中心集中保管。选务人员确保所有选票拢完整封存了后，等安全入库。 新北市派出大量警力介护修正人员全程录影，唔敢大意。民主界代也未因为距离改变，空勤总队进前也派出直升机往返金门湖区乡，再运选票甲选务人员。今日是空勤成本都差不多50万，零散算起来，都想讲这一张选票平均成本将近3万块，因讲是全国上贵的选票。 明仔载就是投票日，选委会也搁一摆提醒民众投票爱挂好喙罨，喙罨顶悬禁止有候选人的号码，会记按照身份证印仔甲投票通知单。另外，为1日开始，通报确诊民众无法度出外投票，违反的人上悬刑罚200万。记者综合报道。 明仔载就要投票啊！昨在台北市长郭文哲是和吴珊珊做伙去扫街拜票。郭文哲是强调讲，伊即马实在是真烦恼。伊讲台北袂使转去过去迄路行。啊，那陈市长是批评讲郭文哲台北市长做8年，啊那台北市拢调车尾，所以市长爱换人做。因为天气好歹，拢会影响投票率。蒋万安是呼吁选民，不管是透风也是落雨，拢爱出来投票。谢谢，多谢，谢谢。 大家好，谢谢。伫河林摇手争取支持，担任民众党主席的台北市长郭文哲，甲无党籍吴珊珊做伙扫街拜票。9合1大选就要举行啊！这嘛代表执政8年的郭市府就要卸任换人。郭文哲讲，伊是真烦恼，因为台北袂当阁退转去过去。 我真的是非常焦虑。2018年我自己选举都没有那么焦虑，你知道吗？我每天7点半这样辛苦工作8年，你知道，我内心最大的焦虑是什么？台北不可以再回到过去那样。那8年来，他交出了一个台北最后1名的成绩单，现在担心没有用，换人做看看才是重要。不是只有单纯的去街上跟人家挥手。 重点是台北市这8年改变了什么？那当然下雨一定会影响大家出门哈，但尤其不太喜欢在外面淋雨。选战就伫要到啊，煞无介好天，加上确诊者袂当出门投票，就惊地区投票就降低。那蒋万安是积极催票，呼吁市民无论是透风落雨，拢爱出门投票。剩下48小时，我们也呼吁所有的市民朋友，你的这一票是决定我们下一代以及决定台北未来。 非常关键性的一票，不管刮风下雨，都要出来投票。针对政策白皮书，吴珊珊甲郭文哲做伙上直播节目，伊认为讲伊是拼性命甲写出来的，那其他2个对手，毋是一张 A4 尔，都是敢若飘地无内容，嘛批评拿力，无爱讲政见，是无爱互人知影因较袂晓的所在。针对这点，陈市长表示，无可能每一届拢甲200多项的政见搁留一遍。那蒋万安回应讲，尊重郭市长的发言。 记者综合报道。另外一个焦点是新北市，民众党新北市长的候选人高虹安选到尾也是直直表示政绩。国民党的林敬仁和民进党的沈慧虹继续抓政绩，咧甲批评，认为伊无能力嘛无才调去换新北市。即马又搁有网称逼讲高虹安的立委办公室有发生过违反性别平等的争议，嘛有公布内部的录音。严格高虹安是回应讲，这个录音伊无听过，所以无法度回应。 新北市长的选战拍甲热刺刺，最近争议缠身的民众党高虹安去互网红4青娘逼空讲伊的办公室，毋那是有一摆性平事件。23还阁公布因内部约谈的这个录音档，讲是高虹安爱资遣另外一个助理，主管伫讲话内底来施压助理，讲头家身后有这个红海200-300的法务咧支援，希望讲助理毋通甲代志甲闹大。 目前所流出的录音档，其实我自己也都没有听过这些录音档，我也没有办法去证实。那我相信呢，这一些事情如果真的有所谓的争议的话，其实当然可以用司法来做解决。
高虹安建议讲，当事人之间都要讲个清楚。不过高虹安的争议，毋若是这个性平事件，还佫有助理费的风波。国民党林经仁说咧，假条咧这个自愿交公积金的讲法，讲这是甲正常的逻辑无合。也若进前，互民众党开除党籍的竹北市市长候选人林冠年，伊伫个24去北检，交更较侪这个亚康的人的这个资料。立委2年，一个不到10人的办公室，都可以搞出一堆问题。请问，还有什么能力可以治理一个城市？这一路以来，高虹安涉嫌贪污，遇到这些事情就是切割，就是卸责，这样没有资格担任新竹市市长。林经仁嘛批评林志坚心辉煌主政之下，新竹市有乌箱作业、偷工减料、施工的品质无好3大问题。高虹安搁再讲，新竹市的这个野球场有18项缺失，爱心辉煌出面拄来面对。不过心辉煌强调讲，所有拢有咧拍拼，无希望讲这个正对伊的喙烂来抹黑市府的拍拼。记者综合报道。那家人市长林佑昌已经做2日嘛，所以市长一定要换人做。民进党敢有法度继续伫家人执政？总统蔡英文昨昏是搁一摆去家人辅选，学到林佑昌和蔡适应是家人队替家人拼建设。也那国民党的谢国良是继续扫街拜票，呼吁其他的阵营唔好选到尾啊出怪招、出奥步来伤害台湾的民主。气象无袂记哩比出大的衫。凭登记3号，家人市长候选人蔡适应，家人新代表家人塔特别完工，有个年底市营运。蔡总统致辞时也带来学了林佑昌团队甲蔡适应努力建设。每一项的重大的建设都是在佑昌市长的任内，提出完工。那么建设的进度呢，能够这么快速呢？不只是我们基隆队提出来的计划有可行性，也是因为有蔡适应委员，这位最佳的队友的帮忙。基隆的建设从来都没有间断过。国民党家人市长候选人谢国良积极扫街，也呼吁各阵营唔通出什么怪步，若讲出什么款的临时状况，对台湾的民主是真大的伤害。在最后48小时，不要有太奇特、太大的什么动作。简单来说，就是不要什么怪招了哈。我认为这个是维持民主的稳定性相当重要的一个元素。老实讲，我还没想过什么怪招。从我以前选举到现在，我们就是一步一脚印。过去佑昌市长8年立下了这个典范，让市民称赞。我也希望未来适应能够接棒的时候，继续维持这样的典范。我们一直努力的，好好的做事情。那至于我的对手，我不晓得为什么他会讲这句话出来。蔡适应阵营将伫选前之夜推出手牵手互家人活动，暗时18:18挺18岁公民权。谢国良表示，选前之夜会办游行造势，下阵中电城已经有路线，缩小伊的路线范围，希望无造成交通阻碍，也无爱甲对手阵营路线相踏，尽量维持选举和谐。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搁转来，咱来关心天气。今仔日东北季风有小可减弱，日时的温度会小可回升。北部、宜兰、花莲今仔日的高温有24度至26度，那中南部和台东高温有31度。同齐来看温度。虽讲今仔日的温度有小可回升，也毋过今仔日同款受华南云雨区向东边线的影响，伫中部以北、宜兰同款拢会落雨，雨有可能会较粗。温度的方面，各地早暗的气温大约是21度至23度。日时东北季风会小可减弱，温度会回升。北部、东半部今仔日高温是26度左右，中南部高温有31度。那明仔选举日，东北季风会小可增强，北台湾温度会小可下降，也毋过各地水汽拢会减少，只剩北部、东半部会落雨尔。所以这个所在乡亲若是要出门去登票，一定爱记得早雨满雨伞。其他所在，伫明仔天气拢是多云的天气。来关心疫情，本土疫情继续转好，嘴暗令真紧就会当放令，户外就会当唔免挂嘴暗。疫情指挥中心已经表示，上紧伫后礼拜就会正式对外宣布，可能按12月份开始会当唔免挂嘴暗，也毋过会当户外唔免挂嘴暗，也毋过新历的过年、下年的庆祝、人济活动也会另外规定。
另外，明仔投票日，因为确诊者无法度出门投票，有人讲要提出诉讼。疫情指挥中心即马是强调讲，禁止出门是限制行动自由，甲投票权是无关系的，这是两件无共款的代志。工作人员替民众手部进行消毒，佮提醒新娘体温、扫实验者，各挂喙暗才会当进场。这是去年过关期举办跨年活动的防疫规定。即马过来疫情缓和，喙暗令第一阶段放零，户外免挂喙暗。指挥中心上紧要伫后礼拜宣布12月初实施。也毋过跨年规范会另外公布。到时候还要再看整个疫情的状况，有没有这些变异株入侵引起流行，以及就是说我们这些呼吸道病毒是不是又有在反弹的一些情形。到时候可能会针对这些大型活动，要不要再进一步的提高一些这个管制措施，在做讨论跟公布了。指挥中心宣布，确诊者袂当伫隔离期间前往投票所投票。有民众想要针对禁止确诊者投票提出诉讼。对此，指挥中心讲，禁止外出是依照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禁止外出，所以它这个是依传染病防治法这边所影响的是人身自由的权利，跟投票的权是属两件事。另外，莫德纳 BA.5 次世代双价疫苗已经伫10月开始做。指挥中心阁宣布第二批莫德纳 BA.5 疫苗大概有61.3万剂。目前已经完成通关程序，会直接送到指定冷储的一个物流中心做后续的检验封签作业哦，再提供民众做追加剂的使用哦。国内离世增加16015例本土，37例境外移入，加65例死亡。中重症也增加132例，另外也增加2例儿童重症Miss C，上细汉是6个月10半婴仔，伫确诊20天了后发烧起疹断院，有淡薄仔心包膜积水，目前由院伫一般病房治疗。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乡亲同齐看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因为疫情影响经济，所以健保部分负担新制度是按算年底还是明年初才会开始实施。卫福部长许瑞元是表示，实施的时间阁会看整体经济复苏的状况。若经济试算，新制度大概会影响1181万人，其中有317万人逐个月爱加纳1000块的健保费，阁有37万人逐年爱加纳3000块以上。来关心联合报，教育部有召开私立学校退场审议会，总讲学校的财务明显恶化，就会列入去专案辅导学校爱限期改善。即马包括台东的育人高中、嘉义的丰仁女中、苗栗的育民加工家这3间学校2年来拢爱改善财务。来看自由时报，9合1的选举明仔载登票。高雄的警方掠到洗钱水房，发现幕后金主最近半年来上无有对中国洗钱来台湾洗钱代表95亿。若嫌犯即马是技术讲金钱是安怎流通的，所以敢有牵涉即届的选举，警方搁咧调查。明仔载要选举要登票啊！全国的私校工会有接到老师的陈情，讲学校伫选举的迄天，阁有安排课程，安尼恐惊会影响这老师去投票的投票权。教育部长潘文忠知影了后，是强调讲学校袂使安尼，会紧通知学校袂当排课。学前明年1月下旬登场，有的私立中学伫10月了后，会当讲逐礼拜六安排自习也是课辅。全国私校工会最近接到私校老师陈情，126地方选举学校照排课，其中东海大学附中除了高三、国9也有半日课表。私立中学利用投票日来排课，妨害教职员跟学生的一个投票的权利。上一次的选举也有学校来投诉。学校伫投票日有安排课程活动，教育部长潘文忠强调，课程假日袂当排课程，已经抵触教育部相关规范，更加影响公民投票权。因此而去影响到公民的投票权，这个还会有法律上的一个责任。那教育部会尽快的再来周知我们各级的学校提醒哈。潘文忠讲，会赶紧个通知提醒学校，爱确实予公民有投票权益。私立东海大学附中回应是假日开放教室，予学生自由参加，导师申请日校辅导无强迫问题。那么，因为我们都是自由参加的性质，也没有在上课程或是什么的，都是以学生自习或复习为主。老师觉得权益有受到影响的话，那这边我们当然是要尊重老师的自主性，
还有他的投票权利，已经发公告说我们这个礼拜6就暂停。东海府中表示，已经通知全校师生11月2日停课一天。也毋过事后工会强调，这是事件爆发好好应用的讲法，而且毋那是东海府中市长伫拜六违规罢课已经真侪年啊，一直拢无看到改善。教育部应该硬起来，积极争取追究责任，市长办学才会当正常化。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俄罗斯和乌克兰第2些时个交换战俘，双方互相交换50个人。若战争拍甲打，双方已经交换过1000个战俘。先讲话啦，乌克兰士兵跨过河南，甲接应人员握手手揽，后边还有轻松的同袍伫协助之下，准备斗阵回去。莫斯科甲基辅同交自市拢对外表示，双方换50人。乌克兰总统幕僚伊尔马克伫社群媒体表示，乌方有48名士兵、2名军官，因的身份有海军陆战队员、步兵、边境卫队成员、甲国土防卫成员。北地马里坡切诺比核电厂甲sha岛复兴，为俄罗斯国防部公布影片显示，这士兵对成功换人，而且总算用回去，感觉是真欢喜。передать это словами. Спасибо всем за этот момент. Алло, мам, привет, узнала? Все, да, меня поменяли, я... 境内切克地区分离主席领袖普希林也证实，这摆换人自2月乌俄战争以来，到即摆已经交换过1000个比利人。公司新闻，恩文玲报道。继续关心印尼发生地震，即马有一个5岁的查甫囡仔，互绑落来的厝壳地着，经过3天，囡仔也活咧，即马顺利互救出来。不过伊的厝内人就无遐好运啊，伊的爸母甲阿嬷拢过身。印尼的官方即马有公布伤亡，目前死亡人数已经有271个人，内底大约有100个是囡仔，另外阁有40个人目前也下落不明。受困3天的5岁查甫囡仔，伫庄仔喙石堆互救援人员抱出来，赶紧补充水分，紧急送医。印尼2月发生5.6大地震，地震发生迄当时，住伫西爪哇西安月镇的查甫囡仔，一家5个人拢伫厝内，最后只有3个人活着。Dari awal kejadian, udah 3 hari 3 malam, baru ketemu tadi siang. Ketemunya itu di lagi ngapain? Posisinya tuh lagi di kamar, posisi sama ibunya. 西安月镇真侪人死里逃生。三湖卡蒂尼地震发生的时段好巴肚疼，因为前方病院的道路和土石流阻断，只好随送往临时避难的布棚。伫医疗资源有限的情况之下，经过3点钟顺利生一名查甫婴仔。Ya saya tuh mungkin lah gempa ini ada hikmahnya bagi istri saya yang sedang melahirkan. Soalnya istri saya tuh ditangani sama dokter-dokter spesialis tuh yang pada bagus-bagus. Istri saya udah keluar anaknya, saya ikut bahagia dengan berkah selamat atas ridho izin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Amin ya rabbal alamin. 印尼地震已经过3天，地震尾达到170摆，其中包括23个大规模3.9个地震尾。这摆地震造成22000多栋厝毁损，有一个村庄，规个村互土石流带掉。灾区拜三，佫开始落雨，增加搜救难度。因为这摆地震发生伫人口密集的所在，加上只有1010公里，造成伤亡严重。官方已经安置61000多人，佫出动大型机区清理土石。到日6000多名救援人手继续抢救。公司新闻牛眼编译。鸿海集团的富士康中国河南郑州厂对日开始就发生大规模的冲突。风声讲是有员工不满讲无摕到薪水，甚至佫有一寡好人爱甲确诊者带做伙，才会演变做冤家相拍代志。那中国即阵目前也是坚持清零，只不过中国的确诊病例是直直增加，亲像24就增加3万多人确诊。穿白色防护衣的防疫人员、公安也有民众发生冲突，现场规个乱起。也有不少人爬起的围篱啊，场面强要失控。这个场面是伫个中国河南郑州的富士康厂区发生的。根据外国媒体的报道，富
富士康电酒厂最近这几天发生暴动，大省市22暗时传出有部分员工无摕到薪水，后来有人讲是有员工感染到，烦恼疫情会摊开，真侪种的讲法，所以才会发生这个冲突事件，甚至佫引起国际的讨论。我不了解你提到的有关的情况，这个也不是外交的问题。鸿海集团23声明，公司的电贴依照合约支付，新进的员工嘛无甲捌较近的同事做伙带，会持续甲员工以及当地政府沟通。新冠肺炎疫情伫中国无断好，而是通报新增加3.1万外例确诊，突破3万大关。中国的官员日指出，疫情伫部分所在扩散的速度变紧，也增强防控的难度。自11月1日以来，全国已经累计报告了25.3万例的感染者。近一周平均每天报告是2.22万例，较上一周增长了1倍。I think they're overambitious to keep the cases down, and therefore they have to resort back to their lockdowns. They have had very small numbers of deaths. It should be the number of deaths that drive the decision to have a lockdown that has so much collateral damage. 除了郑州以外，上海面临确诊个案有超过80%甲外省市的疫情摊开以及人员流动因素相关，所以防控也持续加强。到目前也是坚持清零政策的中国，确诊个案线一直欠悬，因为防疫所造成的压迫行为，也互未少所在发生真侪冲突。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英格兰独派要争取脱离英国，即马是具受阻碍。英国最高法院已经裁定公布经过国会批准，苏格兰是袂使举办第二届的独立公投。苏格兰的首席大臣斯特金伊表示尊重法院的裁决，不过伊嘛讲，因未放弃独立的机会，嘛强调后届大选就是选民表态时阵。苏格兰独派争取脱英又阁受到打击。英国最高法院23裁定，若做伦敦国会无批准，苏格兰政府袂使举办独立公投。首席大臣斯特金回应讲，尊重法院的裁决，但阁未放弃向选民表明态度。The next national election scheduled for Scotland is, of course, the UK general election, making that both the first and the most obvious opportunity to seek what I described back in June as a de facto referendum. 斯特金原本按算明年10月举办第二届独立公投，不过去互当联家拒绝，才转向用司法解决。即马最高法院的裁决，二次公投一定爱法庭。英上苏纳克是讲，即马上界重要就是做伙解决国家爱面对的问题。And I think that the people of Scotland want us to be working on fixing the major challenges that we collectively face, whether that's the economy, supporting the NHS, or indeed supporting Ukraine. 不过，对苏格兰独派人士来讲，法院裁定互因寻求独立的决心更加坚定。No terribly surprised because there are British interests at stake here, and Scotland's democratic interests will always be second. It's very, very disappointed. We're really just going to have to keep on fighting on and make sure that we get there in the end. 苏格兰捌伫2014年举办独立公投，迄个时阵超过50%的选民无同意脱离英国。不过，挺独立的苏格兰民族党认为，伫英国脱欧了后方向转变，二次公投的时机已经到啊。不过，当然加坚持，苏格兰选民已经表达过意见，短时间内无适合搁举办公投。媒体是分析，虽然苏格兰人大部分偏向留伫后面，不过对是毋是脱离英国意见也是无同，也未形成共识。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今仔日国际上也有甚物大代志，和乡亲咱同齐来看世界。俄罗斯今年2月入侵乌克兰了后，瑞典和芬兰就放弃几10年来中立国的立场，申请加入北约。不过，目前北约30个成员国内底，也有匈牙利和土耳其也未批准。匈牙利是表示，因的国会伫明年就会批准因这两国的申请案。来关心英国政府部门今仔日接到指示，未来伫敏感的所在、敏感的地点监视器的设备，袂使用中国生产的监视摄影机。根据法新社报道，英国的公共组织内底，大部分拢是用中国的海空卫视和大华制造的监视器。不过这两间公司，即马拢互指控是侵犯信用人权的强犯。继续关心欧盟的理事会主席米歇尔12月7日会去北京访问，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两个人之前的关系无啥好，
所以这场会谈嘛受外界关心。那讨论的议题会可能伫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对世界威胁，也有中国对台湾的威胁才会面向。来关心 APEC 会议拄煞过，各界关心咱的代表敢有和美国的贸易代表戴琪讲到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谈判的代表郑振中是表示，谈判的时间甲地点即马也未公定，希望会当争取后一届伫咱台北举办。那咱台湾加入 CPTPP 下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这方面的进度，目前是爱先等英国入会处理煞了后，再讨论咱台湾。行政政委经贸办总谈判代表郑振中正是参加 APEC， 各界关心和美国贸易代表在此活动，针对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无摆都伫台北谈判。希望在台北，不过还是维持弹性看看假设万一他们能够过来最好，但是因为因为我们也了解美国现在正在亚洲地区推动很多的工作，它跟欧洲，它跟南美洲也有非洲。他都有很多的这个计划在进行，万一不行，我们也愿意过去。讲到双方拢同意较紧推动台美倡议有成果，对年底签 BTA 目标搁伫咧。上总的理事长柯书博认为讲，台湾要靠对外贸易才会当支持台湾的经济。无论加入对一个组织，拢会对台湾对外贸易有帮助。政府应该要争取加入。另外一方面，考虑到台海局势紧张，民间嘛家己发起行动向联盟协会，透过对美国、加拿大的投资贸易，建立台美新商业模式。如果有这样一个组织，把大家相对比较可以团结，包含了经验的分享，包含了资源的这种分享，然后让这个大家的准备程度拉高。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当然它会有助于提升企业的竞争力。上下游产业链一起的来推动的话，是比较有可能的。那这个部分必须要借由国家的力量来统合，希望就政府和民间的力量，加起来发挥效果，提升台湾的经济。另外，台湾加入 CPTPP 的进度，各当英国入会案处理了，才会开始讨论。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教育部和农委会推出这个学期，要让学生囡仔班食石斑这项计划，要解决中国禁止咱台湾的石斑，即马石斑无销这个问题。不过，这个学期过要一半较假呀，传出是维护公共营，可能会跳票。有立委就建议讲，无敢要换白带鱼。农委会主委陈吉中是表示，准讲鱼翅这个问题会当解决，安尼学校嘛会当另外增加各种的海产。也若石斑这部分，政府会搁拍拼调度。提农产品行伫舞台顶，这拢是透过符合企业社会责任 CSR 采购流程所做出来的产品。农委会24召开记者会，感谢这个企业透过 CSR 帮助农民有稳定的收入，也承诺继续推出平台，媒合有意愿的企业。有好几百家已经跟农委会表达愿意做相关的 CSR 的采购。我们的目标其实就是很简单，让产地的价格维持在一定的水准，让农民的收入比成本高。农产品壁内小外小拄着的问题也要解决。进前中国禁止台湾的石斑鱼进口，落尾的白带鱼等等也受到限制。政府宣布全国各小各中这学期通食400石斑鱼的政策来应用，但是现主时供应说出问题，也有部分学校食无到，有立委再起建议以白带鱼来替换。那可不可能去考虑包括经济产值比较高，而且100%的外销哦。都是销往中国的白带鱼。我们这个如果要跟农委会讨论，石斑鱼额外提供给学校午餐来增加一道菜之外，未来的学校午餐本来就可以来增加水产品的供应。那只要把鱼市这样的问题可以解决。主委，那会用白带鱼来替代吗？我已经特别强调，未来的学校午餐可以考虑各式各样的水产品。陈吉中表示，目前石斑的部分正在拼调度，但是每一个县市进度无同，也要看状况。管体说班食石斑政策要用内销解决外销的问题，目前却因为经费问题卡关，电都咧考验这个政策敢会跳票。记者郭文俊随台北报道。在地上大条继续关心，伫去年的9月份，屏东的高树乡有一个超商的查某店员，因为靠坑一个姓杨的查甫人，唔通伫门口食薰，爱甲喙暗挂好，说互这个查甫人攻击，佮甲乌目睭。法院伫1审和2审都判这个凶手被告5档的有期徒刑，也毋过检方不服提出上诉。最高法院即马已经驳回，所以判这个凶手5年有期徒刑，全部定案。
车厢门口食粉红阻挡，有成男子攻击女店员的面部，甚至捂伊目睭。这件发生在去年9月乌眼案，有成男子120以伤害、同伤害未遂的罪行判刑5档。检方不服，以用成男子犯后态度无甚好，嘛要甲受害的店员达成和解，认为理性量刑无符合比例原则甲公平原则来上诉。不过上悬法院认定检方所提出的毋是上诉第三审的合法理由来驳回，专案判刑5档确定。迄不上轻啦，迄上轻啊判20年，判5年嗰种啊，惊人个。因当啊40-50岁人，力还佫该拖大。啊，拄个大湾的隔壁，啊，我啦，囡仔咱会惊，啊，大囡仔吼，咱也毋敢有带厝，伊若伫厝吼，咱无伊的力。5档的刑期当地居民普遍认为伤过轻，烦恼有成男子关了转来，因为厝内人拢已经搬走，无人甲伊照顾管束，颠倒变成地方头疼的人物。伊刑都判咧5档，讲安尼着上悬5档，啊无你着看伊5档出来，会当看，啊，去带在咱的政府的机构里。应该在疗养院静养，再慢慢的去调一下心境，再来慢慢接触人群，这样。民众烦恼出入要安全，嘛知影袂当影响人权，因此会由村长代替向县府等相关单位来提建言，希望透过专业的辅导、陪伴等等的积极作为，降低伊搁再犯的几率，让村民会当安心。记者王刘婷、陈显坤屏东报道。来看阿里山连业铁路的铁轨路的宽度是762米里。伫英国嘛有一条平宽的铁轨路，这2条铁路伫2017年的时有结做姊妹啊铁路。若这个月底，咱伫台湾有50档历史的柴油机关车 DL34就准备要送去英国。这台火车母要代表阿里山的森林铁路，绍介咱台湾的连业铁路，互英国人知。林务局的局长甲前英国在台办事处的处长，做伙甲代表合作的证书挂伫车尾。这台阿里山林铁机关车 DL34，准备月底要坐船去英国，争做阿里山林铁的国际交流代表。我们可以把阿里山林铁的这个机关车商借到英方，在那边动态的行驶，这样可以让更多的英国人民认识或知道台湾的阿里山林铁，进一步的愿意到台湾来观光。英国威尔斯的威尔普兰菲尔铁路的铁机，因为参阿里山林铁比跨拢是762公里的正规，而且同款有等越含上加的路线，所以伫2017年，双边是结作姊妹啊铁路，嘛开始讨论互相交流的合作。阿里山世界卫生协会表示讲，希望这是一个开始，互阿里山的景观互世界看到。希望讲会当中央会当真正来加入咱真正的国际组织，像那UNESCO， 那增加我们的国际能见度，以后咱也要推上世界遗产，嘛靠这个可能性。这个有50档历史的阿里山林铁机关车，要透过海运的方式去到9900多公里远的英国。林务局讲，目前甲英国迄边正在讨论伫英国的行销计划，希望会当对疫情等好含国境开放，使英国当地的民众来认捌台湾的阿里山林业。记者林伟婷报道。最近呢，电视证件发表会顶头，请在当看到证件发表会边啊，嘛有手机翻译。除了这重要场合，即有艺文团体是推出听众的艺术共融计划，要互剧场的手机翻译融入表演，具体就会比一般更较丰富。培训的课程有少10个学员，希望要互大家伫剧场有无共款的感受。成人演员唱歌边一个手机翻译员将歌词转做手机，不过伊一举一动表情拢爱对个演员同款，都亲像演员的影。这就是剧场视听传译，伫欧美已经发展30年。国外有一个提供听障聋人朋友在观赏剧场艺术的时候的一个艺术通达服务。那通常视听传译它就会跟一般手译员比较不一样，它的可能手语的姿势会比较大一点点，然后同时它也要进入剧场排练。莫比斯演员创作公司去年就开始大唱玫瑰外戏听众艺术共融计划，今年推动剧场视听传译的培训。参加手译员表示，这个一般手译真无同。我觉得翻译员的角色就是帮忙
在表演的当中，让聋人可以知道表演者在传达什么样的讯息，就是可以让你有演员的灵魂，可是又有翻译的品质。莫比斯音环创作公司希望落实共融计划，让听障者用参加试行团演，多找5名受益员加5名听障者，为10月开始到店进行5月会密集课程。是我们在台湾很特别的，就是我们有邀请聋人朋友，然后跟手艺员一起来练习这个试行传译。不过听障学生听无演员的台词，要试行团演爱用更较侪功夫。我自己听比较难，所以我要跟着听人手语翻译员，他把歌词对话传达给我，我才能传译。不知道怎么把他们的口白转换成手语，我觉得很难，都要问一些懂手语的人告诉我要怎么转换不上去来。为帮助听障学员知影什么时阵团结，听障演员也用时间练习互相配合，各加动作，亲像搭肩胛头来提醒。你会感觉到他们的速度跟自己的话有没有在同一个频率，所以有时候可能他们其实也在等我，我也在等他们，会是一起的感觉。这摆培训成果会伫11月27展现给大家看。艺术总监黄祖玲表示，希望透过剧场实行团役的方式，将表演无障碍又加更客观的展示，带予大家无同款的感受。记者综合报道。另外，经典的音乐剧《行倒边行正边》要伫国家戏剧院演出，这届有加入新科技，而且加这新科技画面动作转做电脑的动画，佮用5G 的网络连到现场，要互这出音乐剧有新的面貌。交雨伞伫台顶，哪唱歌哪跳舞，这是音乐剧《行倒边行正边》的经典画面。现主时，搁要伫国家戏剧院搬咯。受到北方高气压外围环流影响，各地晴朗炎热，而且还太热，降雨几率没。剧情内底现实甲虚构透蓝，舞台顶投影出来2只猫，其实是另外一个摄影棚有真人演员模仿猫仔，透过光学技术，甲动作转做电脑动画，佮用5G 的网络连线到现场，全无时差。不止带给大家新的空间的立体的感受，一个沉浸式的进入影像的感觉，而且它也呼应了这几年国际上的场馆。强调永续，强调尽量减少舞台布景的这样子的一个趋势。加入新的科技以外，嘛小可改编剧本，佮加入新的歌曲。另外，男女主角也是大家熟悉的蔡文佑甲魏如萱。不过，这嘛是因最后一摆演出这出音乐剧。娃娃跟宁佑有没有跟你分享说，觉得这样子演起来也特别过瘾之类的？他们应该还在处理他们毕业演出的那种不舍的心情吧。导演将这届改编的版本合作新电感应，11月27到12月初4会伫国家戏剧院演出，希望新科技予观众更较深的感受。记者林书霞、桂林台北报道。美国电动轿车业厂商特斯拉拍算伫亚洲起厂房。那南韩的总统尹锡悦有透过视讯和特斯拉的执行长马斯克会谈。马斯克有表示讲，南韩将有机会会当大成设厂，是亚洲大成设厂的国家之一。不过2天前，特斯拉伫南韩发生一件车祸，就是因为车门无法度开延误救人，造成车顶的人死亡。这个事故嘛，互敢无法度顺利设厂引起讨论。透过视讯，南韩总统尹锡悦甲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会谈。美国电动车厂商特斯拉计划伫亚洲建立超级电动车生产工厂，互尹锡悦邀请马斯克伫南韩设立工厂，佮表示想要照世界标准，放宽不利伫南韩投资的关税。We're giving it very careful consideration. I think Korea is one of the top choices for us. 马斯克嘛表示，会综合评估亚洲后生国家的人力资源、技术甲生产环境，再做决定。佮讲要加强甲南韩企业的供应链合作，计划要采购南韩生产零件经协，为今年的57亿美金增加到明年的100亿美金以上。
到时阵2档进前，伫南韩发生的特斯拉地面车祸，最近嘛要开始审理。当时是特斯拉 Model X 的汽车伫停车场失控弄壁了后起火，互有名的律师嘛是南韩前总统文在寅的好朋友因此死亡。检察官控告斗相共开车的驾驶过失太重，也搁驾驶煞指控这是因为特斯拉的车辆失控加速。 그냥 뭔가에 확 휩쓸려가는 느낌. 그러면서 가속이 확 붙으니까 저는 깜짝 놀라서 브레이크를 밟았고 브레이크를 밟아도 제어가 안 되니까 另外，车门无法度为外表拍开，欠缺安全的设计，但误抢关才造成律师死亡。这场车祸嘛，标出相关的问题。根据韩美自我协定，特斯拉免遵照南韩的汽车安全规范，嘛是唯一免交出车载诊断系统数据的车商。 육안으로 검사를 해서 여러 가지 결합이라든지 이런 문제들을 확인했다라는 것은 根据统计，特斯拉2021年在南韩销售的车辆达到17800多台，即卖因为韩美自贸协定无法度规范，安全纪律恐惊会引起社会争议。国际新闻台是同朋友。 来关心美国过感恩节，这嘛是疫情滚价3年外头改真侪限制拢放零的感恩节。那感恩节其实甲咱台湾的过年是真相共，学校会放差不多1礼拜的假，侪人拢会回乡，等去甲厝内人团圆。今年回乡的人丁按算有5500万人次，所以真侪机场车头人拢叉。那洛杉矶嘛有主神团体照顾游民，替因传好了。 今年是美国入来到后疫情阶段的第1个感恩节，真侪民众已经伫要3档无回去家乡，真期待要看到厝内人。就算最近航班少，机票真贵，嘛是无法度阻挡这想要回去家乡的人。嘛有真侪人是因为假期去耍，包括连头火车头共款排队。 But the Amtrak was nice. The train station seems pretty and relatively empty. Good experience so far. We still got to get to the hotel and experience DC with my son. 4 days. 国统计今年感恩节回去家乡的人会到5500万，其中空运的运量大约已经恢复到疫情爆发之前的水准。 Well, this year we're about 85% of our pre-pandemic numbers when you compare to 2019. So we're not quite there yet, but we are getting back to those numbers. 另外，无厝通回去流动的人，也是无结婚的，嘛有所在通去。LA 的主神团体是照惯例，伫感恩节的进前提供免钱的感恩节大餐。这一年1摆的大餐，连一般的民众嘛来食，总共是送出1000份。若想要食无共款的，德州有一个总铺师是研发钱的火鸡，伊是学路易斯安那州的经典卡金料理。伫钱进前先放一寡特别的酱，钱的时阵火控制伫170度，至1点钟了后。 比行家搁较酥的好食料理都安尼完成啊！店家讲钱的火鸡伫当地是真受欢迎，伫这个期间，逐工拢订单，卖这都要无用到12月底。公司新闻张回敏编译。减碳是全世界的趋势，法国减少碳排放的计划，即马当一步要甲加油的车拢换掉，改用电动车。亲像送货的邮便司，即马已经改骑电动3轮车，同齐来看。 骑3轮电动车邮差伫巴黎的街仔路走丛，就算落雨，伊嘛会达成任务。甲后车厢装满满的包裹，是安全送去居民的手头。法国最近是咧做邮政改革，伫市区推出这种专门送包裹的电动3轮车，希望伫物流运送的最后一里路会当减零减碳。但是邮差嘛承认，新车上路搁要开时间来适应。C'est plus facile quand c'est rempli, dans la mesure que le vélo est stable. Mais quand c'est à vide, bah, du coup, bah, le cargo il est capable de nous faire tanguer un peu. Donc c'est assez spécial et. 目前伫巴黎市区已经部署96台这种电动物流的3轮车，未来的目标是增加到150台，全法国希望到1000台的规模。有关当局希望将物流的车全面电动化，伫2025进前，先伫22个法国大都会，和邮政包裹的运送会当达成零碳排。 Paris, on savait qu'à l'approche des Jeux Olympiques 2024 et aussi dans les décisions qui ont été prises pour pouvoir à un moment donné avancer à Paris, on était obligé de suivre cette stratégie et aussi être prêt. 除了
对物流的车开始做，因为今嘛真侪人拢伫咧北平路买物件，包括是大量增加。法国邮政当局嘛宣布启动5亿欧元的建设计划，会做伙起成都中心，目的是要让都会区的物流运送更较有效率，嘛改善空气的品质。法国计划伫203控进前，甲化石燃料消费减4成，205控达成碳中和。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天气报你知，来关心今仔日日时的温度会小可回升。伫北部、宜兰和花莲，今仔日高温差不多是24度至26度。啊，那中南部的高温有31度，也毋过中部以北、宜兰同款雨会较粗。同齐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27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29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32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有28度。外岛17度至25度。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祝亲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